Hi，歡迎你嚟到七貓工作室嘅頻道。除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！唔該晒你啊！老子《道德經》下篇，德經64章：慎終如始。當局面安定的時候，容易把持。當事情做不顯露先兆的時候，容易規劃；當事物脆弱的時候，容易分開；當事物細微的時候，容易消散。做事情要在它尚未發生的時候就處理妥當，處理事情要在禍亂產生之前就早做準備。參天大樹生長於細小的根芽，9層的高台是一堆堆泥土累積起來的。千里的遠行是從腳下的一步一步走出來的。主觀妄為將會招致失敗，強行把持一定會失去。所以有道的人無所作為就不會招致失敗，無所執着就不會遭受損失。人做事情的時候，往往在快要成功的時候會遭受失敗，所以當事情快要完成的時候，也要好像開始的時候那麼慎重，那就不會有辦不成的事。所以有道的人追求其他人不追求的東西，不稀罕難以得到的財貨，學習其他人不學習的東西，補救眾人經常犯的過錯，輔助萬物按其自身的規律自然發展，而不會妄加干預。65章：善為道者。古代善於遵行道的人，不是教導人民知曉智巧藝詐，而是教導人民順口實樸。人民之所以難以治理，那是因為他們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機，所以用智巧心機去治理國家，就必定會危害國家，成為國家的災禍。不用智巧心機去治理國家，才是國家的幸福。了解這兩種治國方式的差別，就是一個法則。經常了解這個法則，就叫做玄德。玄德深不可測，遠不可及，和萬物一起復歸到道的真樸，然後才能夠深深地信奉自然。66章：不爭之爭。江海之所以能夠成為百川河流匯集的地方，就是因為它居於百川之下，所以才能夠成為千百河谷的統帥。因此聖人要領導人民，就必須心口一致地對人民表示謙下。要成為人民的表率，必須要將自己的利益放在他們的後面。所以有道的人雖然地位居於人民之上，而人民並不會感到負擔沉重；居於人民之前，而人民並不會感到受害。天下的人民都樂意推戴而不厭棄，因為他不同人相爭，所以天下就不會有人能夠和他相爭。67章：持寶三寶。天下的人都說，道太過廣大了，大到不像任何具體的東西，也因為它的大，所以才不像任何具體的東西。如果它好像一種具體的事物的話，那它就會趨於細小而不是道。我有3種寶貝，是應該永遠都珍重它的。第一是慈愛，第二是儉樸，第三就是不敢居於天下人的前面。有了慈愛，所以能勇武；有了儉樸，所以能夠寬廣；不敢居於天下人的前面，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首長。而家丟棄了慈愛，而去追求勇武；丟棄儉樸，而去追求寬廣；捨棄退讓而追求爭先，結果就會走向死亡。慈愛用來征戰就能夠勝利，用來守衛就會堅固。天將會救助於誰，就會用慈愛來保護他。68章：
不爭之德，善於帶兵打仗的將帥，不會崇尚勇武；善於打仗作戰的人，不會輕易被激怒；善於勝敵的人，不會和敵人正面衝突；善於用人的人，對人總是會表示謙卑。這就是所謂的不與人爭的德，這就是所謂運用其他人的能力，就是所謂符合自然的道理，是古代德的準則。69章，哀者勝矣。用兵的人曾經這樣說：我不敢主動進犯，而採取守勢；不敢前進一步，而寧可後退一尺。也就是說，雖然有陣勢，但就好像沒陣勢可擺一樣；雖然有手臂，但就好像沒手臂可以舉起一樣；雖然面臨敵人，但就好像沒敵人可打一樣；雖然有兵器，但就好像沒兵器可拿着一樣。禍患再也沒有比輕敵更加之大了。輕敵幾乎喪失了我的三寶，所以當兩軍實力相當的時候，懷有慈悲憐憫之心的一方，就能夠獲得勝利。70章，備學懷玉。我的說話很容易明白，很容易實行，但天下就沒人聽得明白我的說話，沒人按照它去實行。說話是有宗旨的，做事是有根據的，但就正是由於大家不理解這個道理，所以不了解我，懂得我的人很少，能夠取法於我的人就更加難得了。所以有道的人，總是外表會穿着粗衣麻布，而胸口裡面就會有一塊美玉在。71章，知不知矣。知道自己還有不知道的東西，這樣是最好的；不知道就自以為知道，這樣是最差的。有道的人沒有缺點，因為他把缺點當成是缺點，正是因為他把缺點當成是缺點對待，所以他就沒有缺點了。72章，自知自愛。當人民不畏懼統治者威壓的時候，可怕的禍亂就會到來。不要去壓迫人民，令到人民不得安居；不要壓榨人民，令到人民無以生計。只有不壓迫人民，人民才不會厭惡統治者。所以，有道的聖人總是有自知之明，而且也不會自我炫耀。懂得自愛也不會自顯高貴，所以要捨棄不良行為，而學習聖人的高貴品格。道德經下篇，德經待續。如果你鍾意我嘅製作，除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！唔該晒你啊！我哋下次見。